我宣布議案被否決。2025年9月，香港立法會議員以大比數否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框架草案，意味住同性伴侶醫療權益同埋處理身後事等等嘅權利仍然不受法律保障。好失望而家。香港係冇憲制責任去承認同性婚姻，亦都冇憲制責任承認喺海外註冊嘅同性婚姻。政府話會研究以行政措施保障同性伴侶嘅權益。香港同志嘅平權道路應該點樣行落去？又有冇其他辦法平衡各方嘅意見？呢間位於深水埗唐樓嘅教會基恩之家係同志友善教會。Albert 同 James 係一對同性伴侶。呢日佢哋返嚟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我哋呢度識嘅，我哋喺呢個教會度識嘅，係撮合咗我哋兩個嘅地方咯，呢陣時間。因為都喺翻，即係喺呢度之前個牧師同我哋做證婚嘅。我記得我第一次同佢約會就係同佢去影佢跑馬拉松喺觀塘繞道咁，我哋就即係嗰度我唔熟嘅，咁但係我都攞住相機咁咪經過佢跑嘅地方咁咪影低佢，咁跟住就係咯。James 參加嘅係2014年首屆香港街馬，呢張相亦標誌佢哋11年愛情長跑嘅開始。2017年適逢 Albert 踏入50歲，James 踏入60歲，所以佢哋舉行咗一個生日暨結婚儀式。受到電影《從今以後》啟發，2024年佢哋喺線上完成美國猶他州嘅註冊結婚儀式。佢哋嘅關係喺同性婚姻合法嘅地方正式被承認。識咗佢之後，我都差唔多全香港走勻咁滯咯，係啦，因為又會有啲譬如啲廢墟啊，或者剩有啲比較偏遠嘅地方，我哋都會去下，即係行到嘅咪去睇下咯。塱原濕地就係佢哋成日去嘅地方。呢個星期日，佢哋就嚟到塱原影雀仔。塱原濕地係雀鳥嘅聚居地，亦係候鳥遷徙過冬嘅中途站。中意攝影嘅 Albert 同 James 平均每年都會嚟呢度6-7次影雀仔。咁妖艷嚟㗎呢隻，係咯，你唔拎支嘢出嚟點知咧？我仲有好多隻添啊，成堆啊！今年58歲嘅 Albert 同68歲嘅 James 目前係半退休狀態，身體上算健康。佢哋都簽署咗醫療指示同訂立遺囑。不過，始終香港係一個唔承認同性婚姻嘅地方，佢哋都擔心，即使做齊所有嘢，都未能夠完全保障佢哋。如果個醫生好人嘅，就可能會批你，即係俾你簽。如果佢唔俾，一定話要家屬嘅，即係直係家屬嗰啲。Albert 同 James 所做嘅預設醫療指示，只可以決定病情末期要唔要接受維持生命治療。如果其中一方失去意識而需要做手術，醫生會同家屬解釋手術嘅風險，而且要家屬簽名同意。但喺現行制度下，香港政府並唔承認 Albert 同 James 係親屬關係，佢哋都擔心醫生唔俾佢哋知道另一半嘅病情，同埋參與醫療決定。草案被否決，呢個憂慮就依然喺度。始終同志即係社群咁都會有醫療嘅需要噶嘛。咁到時即係始終呢樣嘢係每日都會發生嘅。咁可以有清晰嘅指示，我諗醫生或者係醫管局嗰邊會容易啲做嘢咯。係啦，即係唔會有咁多爭拗咁，即係下下都要走去法庭咁就會覺得都幾麻煩咯。係會令人擔心，變相承認咗同性嘅婚姻。今日嘅條例一旦通過，係等於中門大開。反對人士最主要擔心擴大同性伴侶可享有嘅權益，會動搖香港現行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嘅傳統婚姻制度。不過，政府喺推出條例草案嗰陣，已經強調草案並不等於通過同性婚姻。
明光社係公開反對草案嘅組織，佢哋嘅顧慮又係乜嘢？香港係冇憲制責任去承認同性婚姻，亦都冇憲制責任咧，成日喺海外註冊嘅同性婚姻。其實某個程度咧，即係話咧，佢行咗一步咧，開咗個綠燈咧。喺西方咧，所有通過民事結合嘅國家咧，好快，以前咧都要10幾年嘅，而家幾年咧就會變咗同性婚姻噶啦。喺唔談論同性婚姻嘅前提之下，現時嘅法律又足唔足以保障同性伴侶嘅最基本權益？嗱，我唔覺得係個法律唔完善啦。咁香港好明顯，我哋係唔承認呢一個同性婚姻。咁醫院咧，只不過按照呢個法律嘅精神咧去做呢樣嘢。所以我哋嘅原則好簡單，私人嘅嘢你自己可以點決定。凡係涉及公共嘅制度，公共承認嘅婚姻嘅所得嘅權益咧，就唔可以單單咧用話我想點咧就解決嘅。佢要成個社會嘅共識咧，去設立一個咧大家都接受嘅制度先至得㗎。另一邊廂，性別組織一直爭取平權，基因之家亦係其中一個支持同志運動嘅組織。佢哋發表過公開聲明支持草案，對草案被否決感到遺憾。立法會議員除咗個人身份，佢仲有公共性，係啦，佢係需要為市民發聲，亦都會為市民表達，亦都能夠理解法庭嘅判決個案嘅出現，係啦，而去讓政府落實一啲措施解決當其已經出現咗嘅問題。個社會設計唔係為咗完全跟隨社會嘅情緒，因為喺法官去落下呢一個嘅判決嘅時候，係想教育法庭、教育社會，的確存在呢個真實嘅案例，係未能夠完善到生活權利㗎嘛。基因之家前身係一個叫十分一會嘅同志組織。喺90年代之前，佢哋就曾經積極推動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香港社會最終喺1991年正式免除同性性行為刑事責任。回歸前幾年，有立法局議員建議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但全部草案都未能通過。回歸之後，香港法律就再未有就性別議題作任何更改。就算喺1991年之後去罪化咗之後啦，仍然有一啲污名化、歧視啊嗰啲步伐係完全跟唔上嘅，甚至乎喺個法律制度下冇辦法探訪探病，係啊，申領遺體，甚至乎處理保險呢一啲好實際生活上面困難，都仍然有好多咯呢一類。明光社喺2018年提出過緊密關係授權，上述提及嘅權益都可以透過簽訂緊密關係嚟處理。所謂緊密關係，可以指一對好朋友、一對同性伴侶、上咗契嘅姨親或者鄰居，只要確保雙方喺自主共識下簽訂就可以。即係基因之家同工會嘅層面，佢係一個唔可以接受嘅方案，感覺係好似折衷版，但係其實佢背後係一個二等公民化嘅觀念嚟嘅。呢種包裝式嘅二等公民化呢，其實係隱性歧視嚟嘅。晚同軒係一間專門服務60歲以上同志嘅慈善組織，我哋亦有就緊密關係授權諮詢佢哋嘅意見。喺 advocacy 嗰度就麻麻地啦，咁但係喺 practice 上面我又覺得 OK 嘅。我覺得係兩個 level 嘅嘢嘅。你問我我覺得對我嚟講咧，啲伯伯嘅需要咧係我嘅 first priority。如果令到我哋做啲嘢或者妥協一啲嘢咧，導致佢哋得到 benefit，我係非常之願意咧去行呢一步嘅。但係我希望個世界就唔好咁停喺度咯。Language 好重要嘅，即係當你不被認同咧，你就睇唔到自己喺呢個社會存在噶啦。